陆叔，要是那阿姨真跟老师告状，咱俩肯定得挨批。没事儿，批评就批评吧，我都习惯了。没事，有姐姐在呢。你们把问题都推我身上就行了。有姐姐真好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就是把这些泥土都弄掉，免得到时候回去又被爸妈骂了。我还帮你弄。没事，我来跟你拍。陆叔，你在哪儿？我陪韩子墨在医院呢，晚点就回去啊。就擦破点皮，干嘛非要打针呢？那一旦破伤风了怎么办啊？怎么啦？害怕啦？就一下，不疼。出具待会儿等等皮试结果。就行了，手都被捏死了。走吧。等一会儿，看看结果，还有一针呢。疼不疼啊？哎呀，不疼，没事儿。真没事啊？哎呀，没事儿，皮外伤而已。你以后可不许这么冲动了啊！你要出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？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会小心的。只要你没事儿，我就安心。张护士，王护士，上午在医院大厅，晚上发现一名弃婴，得了先天心脏病，又要做手术。院里浩大的捐款，给孩子凑点奶粉钱和医疗费。这当父母的心也太狠了吧！这种事儿这儿都发生3次了，救得回来吗？行了，这也是条生命呀！哎，你们捐多少？来。这种事儿每天都有，每次都要帮啊。就算我们再有钱，也帮不过来啊。能帮就帮一把呗。我也遇见过这种事情的。当年出城住院的时候，幸好有一个好心人帮我们垫付了医药费，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能渡过难关。真的？我也没听你说过。那后来这个人找到了吗？其实我还挺想找到他的，当面跟他说一声谢谢。子墨，子墨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还瘸了呢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妈，走路不小心摔的。老韩，老韩，你儿子摔了。你不是在医院有个老同学吗？赶紧跟人打个电话，明天让子墨去检查一下。急什么呀？要真摔了个七荤八素的，就走不回来了。哎，你在医院有同学呀？妈，挺严重的，我去检查一下。必须去。啊。李叔，哎，子墨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忙什么呢你啊？最近瞎忙，好久没见到你，也没见到你爸。李叔，我有个事儿得麻烦您一下。有什么事尽管说，还什么麻烦？是这样，我想查一个几年前的病人档案，您能帮我查得到吗？能查到。小王啊，子墨想来查一个人，你帮他查一下啊。好嘞。谢谢李叔啊，回头我跟我爸说一声，
去家里拜访您和阿姨一下。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别客气了，去。病人姓名叫黎初晨，黎是黎明的黎，初中的初，晨早晨的晨。找到了。费用一共是53217。这个叫孟宁的是收费的护士吧？对，她现在人在哪儿？孟护士已经退休了，很久没来医院了。那这样，您能把她的地址给我吗？这个，李叔，子墨别急，子墨不是外人，把地址给他吧啊。行，那您稍等。谢谢李叔。谁呀？请问你找谁啊？您好，您是孟护士吧？我是。这通过何俊这事儿啊，我是真没想到，韩子墨对你姐还真挺上心的。通过这件事儿也可以看出来，我姐对韩子墨还是有一些好感的。黎初晨，哎，我还真记不起来了。孟护士，您再好好想想，那个时候黎初晨还是个初中生，火灾入院。对了，他还有一个姐姐，叫黎初瑶。您看，就这个女孩，旁边这个呢就是黎初晨。我想起来了，您说，他的第一笔医药费啊，是一个小孩来交的。小孩？对呀，就是因为是小孩，所以我才有印象。这个小孩最多也就10来岁，他拿着5万多块钱的现金来交的钱。那你就这么认了？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。你说做弟弟的看到一个男人去照顾关心我姐，我应该开心才对。可又一想，当她成为别人的女朋友，她所有的开心难过，也就不会在第一时间分享倾诉给我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失落的。不过我尊重她，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，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幸福。只要他还没答应，这就都不算数。他俩现在顶多算一个好感阶段。哎，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的，喜欢你得说出来，爱你就得去啊，你还劝我追牛思义呢？哎，你能不能把你工作上的果断直接匀一点给你的感情啊？我工作上的所有动力都源自于这个家庭。我不能自私到因为自己的感情去毁掉现在这个家庭拥有的一切吧？这我虽然不是什么情感高手，但是道理我都懂。爱情这东西，最重要的是坦诚和直接。你说人活这一辈子，如果连自己的真实情感都不能面对的话，那是不是活得太窝囊了点儿？道理我都懂，但如果我姐真的遇到了一个各方面都比我适合、懂她、爱她的男人，我难道要阻碍我姐的幸福？你说你工作上那么自信，怎么一对这份情感的时候你就那么自卑呢？
行了，我也算看出来了，你呀，我是劝不动。不好意思，这其他的呀，我真想不起来了，毕竟时间太久了。没事，孟护士，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，谢谢您啊。这个怎么了？在我印象当中，好像就是他付的医药费。李洛书？我明白您的意思。我们可以理解的。好，那就先这样，谢谢。怎么样？还是不行。不行。试试这个啊。喂，林总你好，哎，我是新义科技的牛思义。哎，对，我们之前见过的。是这样，我们公司呢现在在寻求一些小资金的投资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？真的啊，太好了，那回头我给您一个详细的合作计划，那我再约您见面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怎么样？洛叔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刚刚我挨个打电话，终于有一家愿意跟我们合作了。茂汇的林总愿意跟咱们联合投资，走合同立马给钱。可以呀，牛思义。这事儿成了，给你发奖金。好。那我们仨先给他打电话，我们有没有奖金啊？对啊，没有，该干嘛去。咱们的宣传方案还是要再改一下，可能需要张志远的帮忙。C， 你来负责。喂，你等我一下啊，我出去一趟。53217，我已经跟当年的护士确认过了。他看你照片的时候就说是你给的。是，这笔钱是我给的。你当时是个初中生啊，你从哪弄这么多钱？洛叔，妈妈要去外地一阵子，你先去大伯家住好不好？我妈当初走的时候，给我留了一笔钱，估计是希望我可以用这笔钱自己好好活下去吧。5万块钱呀，那个时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你就这么给出晨了，还不留名儿？出晨是我最重要的朋友，从小我一直是一个人，是离家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亲情。而且作为一个初中生，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。出晨能有你这样的朋友，知道。韩子墨，这件事情就不要和楚瑶说了啊。他们家现在已经觉得亏欠我很多，如果这件事情再让他们知道，他们会觉得负担更大，心里更不好受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
我这又凑了一笔钱，想捐给那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婴儿。谢谢你啊，可是现在不用了。怎么了？后来有个姓韩的年轻企业家呀，将这小孩的医疗费用全给承担了，还给小孩捐了一笔教育抚育基金来着。哦，这孩子真是因祸得福。你刚刚说的那个慈善家是谁啊？姓韩，我帮你看看啊。捐款单位是龙翔公司，捐款人是韩子墨。楚瑶，你不是一直很在意当初帮你垫医药费的那个人吗？我帮你找到了。你找到了？谁啊？我答应过他，不能说的。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对那件事不要再有介怀了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你是骗我的吧？我真的知道。那你说，他一共帮我垫付了多少钱53217，对吧？看来你是真的帮我查了。子墨，我一直觉得这个人好像就在我们身边，默默的付出，我们也应该都认识他，对吧？你别套我话，你就别套我了。我答应过他的，不能说。谢谢你。你谢我干嘛？谢谢你帮我找到垫付医药费的人，也谢谢你帮那个妻儿垫付了所有的医药费。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去医院捐钱的时候，护士告诉我的。我都交代过上面了，不要说，不要说，还是给说了。这是好事儿，为什么不能说啊？不过呢，这事儿也是因为你。那天我看到你为那个孩子捐款的时候，又说你们家里也遇到过这样的捐赠，我就想为那个孩子以后呢多做一些事情。是你的善良打动了我，我更想在以后能为这个社会做一些公益活动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担当一些社会责任，还有对你的责任。是啊，回想起来呢，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你了，一直到现在，喜欢到现在。但是我知道你因为出尘的事情，慢慢的把自己给包裹起来了，对我不冷不热的，这些我都知道，所以我就没有强求，我只是默默的在你身边去守护着。我做这一些呢，就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无论等多久，我都心甘情愿的愿意去等，等你放弃过去，愿意重新开始的那一天。楚瑶，如果哪一天你想让我为你能够尽一点责任的话，你就告诉我吧，好吧？子墨，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啊？高中新生体检，那个时候呢，你穿着一身白色的运动衣，验血的时候你站在我的前面，我一个男生我都怵，你那个时候一点也不害怕，而且还兴奋呢，还有点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觉得你挺有意思的。那我最喜欢吃什么？没有最喜欢的，因为有2样。第一个是我们高中学校门口的凉拌面，第二个是你爸爸做的糖醋小排。你近视200度，喜欢绿色，最害怕蛇，照片都不能看。你最喜欢的季节是冬天，喜欢下雪，最喜欢的国家是冰岛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记了这么多你喜欢的东西，可能这是一种超能力，超级喜欢你的能力。你喜欢的每一样东西和每一件事，我都能深深地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忘都忘不掉。而且这种能力啊，只在你身上管用。看来我们是时候重新开始了。
楚瑶，那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你是我女朋友了啊！李楚瑶是我女朋友了。拜拜。楚瑶，那个，你就这么回去啊？啊，我先回去了，你也走吧。那个，现在呢，你是我女朋友了，是不是应该啊？就是表示一下呀。啊？那个罗叔，那个我把你姐送回来了。那个楚瑶，我今天特别开心，真的。那我就先回去了啊。走了，小舅子，再见。走吧，回家了。我们回来啦！哟，难得你们姐弟俩一起回来呀。楼下遇见的。赶紧洗洗手啊！你爸叫了几个菜回来，一会儿就开饭了啊。好。姐，你和韩子墨在一起了？他跟我表白了。那你呢？没想到他默默的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还挺感动的。那祝贺你啊，终于有人要了。谢谢。来啦！进来呀。怎么了？这么晚找我？什么事啊？怎么？说话呀！韩子墨，放开我老公！先下来，咋了这是？啊！韩大少爷，你说你白天无所事事，晚上就跟打了鸡血一样，可是我们不一样啊！我们朝九晚五外带，无偿加班，我们就这么点休息时间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哎呀！我给你们宣布一件事情啊，
保证你们跟打鸡血一样。你能有什么事儿能让我打鸡血？除非你说你跟李初瑶在一起。嗯？不是你这个保密工作做的可以啊！哎，什么时候事儿？你怎么跟他说的呀？李双这么痛快的答应了？啊，感情这事儿啊，感觉到了，自然而然就成了。别卖关子了，赶紧说，赶紧说。不是秦月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八卦呀？快说，不然今晚休想离开。就凭你们俩的三脚猫功夫，还想把我怎么着？不说，不说。就别跟他废话了，媳妇儿。上！说，别掐我！说，大侠，二位大侠，我说，你先把我放开，我说。来，小样儿！你俩先坐着。来，坐。好痒，给我倒杯水。哎，没事，快点进去。来，我喝一口。你快点。怎么有点咽了吗？你说呀，急不急啊？子墨，还想再来一次是吗？说。是这样，就在昨天呢，我在他们家附近的公园，我跟他说。我就问初瑶，你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吗？她热泪盈眶的点了点头，这事儿就成了。就这么简单？你没使个什么杀手锏之类的？我的这颗心，这颗真心就是最大的杀手锏。太浪漫了，哎呦，太感人了。不行，秦源啊，你得重新跟我表白啊！哎，别，你先听他说。我不管，你得重新跟我表白。你看人孩子们说的多深情。不是，你还没说完呢。我不管，你现在要重新跟我表白，等会儿，之前都没跟我。你先别折腾我，子墨，你帮我说他一下，你帮我说他一下，子墨，哎，子墨。重新跟我表白，我让你们内部事情自己解决啊，我就不打扰了啊！别，先告辞了，各位，别，你别走，子墨呀，再见，子墨，这事儿你给我说说，哎，然后还有说什么？子墨，我表白。哦，明天再说。千羽，好，回来了。哟，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啊？哎呀，妈啊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一下。什么好消息？我跟黎初瑶在一起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跟初瑶在一起了？对呀。哎，儿子啊，怎么那么快啊？你怎么跟人初瑶说的？还用说吗？当然是你儿子的魅力。魅力。老韩，听到了吗？爸，嗯，这初瑶都成了你未来的儿媳妇了，你这个做长辈的不得给点见面礼吗？啊，让他进公司就是你要求的，还要什么见面礼啊？你们现在就是谈个男女朋友，他能不能进韩家的门，八字还没一撇。
瞎高兴什么呀？你这盼着我俩分手是不是？不可能，爸，今天我就把话放这儿了，将来我一定要娶黎初瑶。妈，那个公司第2大职业是什么？副董事长啊。就让黎初瑶当副董事长。副董事长那么好当的？你以为都像你靠着关系上位？要这么下去，我看龙祥就该关门了。你说的也对。这要是当副董事长的话，每天会很忙，又得加班，这样的话，我俩约会时间会越来越少。那就当一个总监吧。啊，爸。胡闹！哎，老韩，我觉得儿子这不是胡闹。你想啊，初瑶工作特别认真，你用他比用别人放心啊。就是他们家家庭条件不怎么样，不过咱们家不在乎。对，不在乎啊。再说了，他俩现在把关系都确定了，你要是传出去说韩家未来的儿媳妇儿就是个毫无背景的小职员，这不叫人笑话死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总监这个位置不高不低，刚刚好。让他进公司已经坏了规矩了。我要这次再听你们的，我看下次我这个董事长位置也该让出去。哎，谁说让你把这个董事长的位子让给他呀？你这个老头子想的可真多。不过也不是没有变通啊。子墨，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。我给你报一个商学院的课程，只要你认真上课，我就答应让黎初瑶做项目副总监。你说呢？这怎么又成副总监了？哎爸，我让你帮我办点事儿，怎么跟菜市场买菜似的，砍来砍去的啊？还有附加条件，有意思吗？我还是不是你亲生儿子呀？你当然是我亲生的了。你要是别人的儿子，我才不管呢。你不要忘了，你是龙翔的继承人。你看看你的同龄人，人家不是正在创业，就已经开始独当一面了。你再看看你，成天都不知道在想什么呢，谈个恋爱就高兴的鼻涕泡都快出来了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儿子啊，我觉得这事儿吧，得听你爸的。我好不容易毕业，不用读书了，现在又要读啊。这事儿你得这么想啊。如果初瑶她当了这个总监，那她将来在事业上就会越来越出息。你呢，什么都不懂，那你在她面前能挺直腰板说话吗？再说了，这个男人啊，工作起来挺有魅力的。看看老韩，读多久啊？上多久啊？洛叔，出事儿了！怎么了？你看看这个，这家飞翼科技发布的产品，无论从外形设计还是功能，都跟我们一模一样。现在地铁里都是他们的广告，这不就赤裸裸的抄袭我们吗？这还是有计划的抄袭。先查一下这个飞翼科技。怎么会这么明目张胆？太过分了！找到了，飞翼科技的董事长是吴亚军。什么？吴亚军。吴亚军这孙子，找他去！你找这有什么用啊？咽不下这口气。这飞翼科技背后的大股东是北京互助社交，那不就是吴亚军的子公司吗？可是吴亚军为什么会有我们的技术呢？你们别忘了，我们产品的基础样品还在人家手里，我们现在只是做了改进和调整。只要人家得到消息，组织技术人员依葫芦画瓢，也能做个雏形出来。我打电话问。
Hello， 李总，这电话等了好久了。吴总啊，新产品不错，想套我话？怎么说，我在这个行业里也混了几十年了，你这点小伎俩就别用在我身上了。混了几十年还在用这种手段，小子，给你上一课吧。不到最后一刻，你一定不要产生已经成功的错觉，那样会让你松懈下来。而人一旦松懈下来，一定没法察觉身边的危险。吴老师还有时间给我上课，看来也挺闲的。你们现在是不是比我更闲啊？所以说你们还年轻，喜欢表现自我没有错，有个露脸的机会就滔滔不绝的说呀说呀说呀。可俗话说得好，言多必失，你知道吗？我正是看了你们所有的视频，才得到了一些启发。这么说，我是不是应该感谢老弟你啊？真是为我排忧解难了啊！年轻人，路还长着呢，不要在乎这一两次的输赢，多摔摔跤是好事。那孙子怎么说？你们想一下，之前采访的时候有没有说过我们技术的事？采访？这么说的话，的确有记者问过我，我当时还诧异，他们居然可以问出这么高深的问题。我也遇到过，但是我当时就表示那是机密，不能泄露的。我的粉丝都冲着我的帅气来的，没有人问过我这种高深的问题。你们都有媒体采访？对啊。这些媒体都是吴亚军安排的。什么？没错，我们中招了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今天杀出飞翼科技，把韩总气得可不轻呢。韩总生什么气啊？因为这个飞翼科技发布的产品啊，跟咱们韩总投资的新翼科技的产品一模一样。不会吧？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儿？你怎么这么傻？这不明摆着吗？新翼想脚踏两只船。对呀，现在的人一点信誉都没有，明明说好了要跟咱们合作，却私底下把东西卖给了其他公司。就是，这么说的话也太可怜了吧？可我之前还觉得新翼科技的老板长得挺帅的。吴亚军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这飞翼科技比我们提早上线也没有那么的严重，毕竟我们是原创，而且还开了发布会的。同类产品比的就是技术和市场占有率，他们已经拿到了我们的技术，还比我们先上线。我们现在的处境很艰难的。都怪周林，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的最多。什么叫怪我呀？你没少说两句。我怎么了？你俩能不能别吵了？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，现在能不能别说了？我还不是为了公司吗？我不是吗？下次别说了不多。我说多当然还不是为咱们公司吗？那现在呢？喂，姐。陆叔，你还好吗？干嘛这么问？你别瞒我了，我查到了，飞翼科技就是吴亚军搞的鬼。我也知道，没事儿，我能解决啊。我听同事说，韩总因为这件事情发了好大的脾气。这我也能理解，对于他而言，失去了先机，就相当于失去了巨大的市场份额。行吧，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？不用了，你不用担心就行了啊。我还开会呢，挂了啊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
我找你半天了，赶紧跟我走，董事长召开紧急会议。嗯，好，走。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就不做了，耽误大家一点宝贵的时间。我在这里宣布一个决定：从即日起，终止一切和新义公司的合作及其投资。大家有异议吗？好，散会。不好意思啊。韩总，之前不是答应要给新义科技投资吗？怎么突然就反悔了？飞翼科技的事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但飞翼科技是抄袭的。李舒雅，我是一个投资者，我不管谁抄谁。可以说，在昨天，新义科技的这个项目在市场上还是稳赚不赔的。但是今天，飞翼科技已经率先在市场上拿出了这个项目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新义科技现在什么都不是了。你认为我会把公司的钱往水里扔吗？可是韩总，我觉得这对新义科技不公平。公平不公平，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。龙香资本还轮不到你来指指点点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方圆这个项目做好，才有升职和加薪的机会。做不好，我告诉你，谁都救不了你。如果我们可以拉到投资，尽快让产品上线，就还有一线机会。咱们分头去找投资人，我去找韩总。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签过字的文件还拿给韩总，我拜托你能不能检查一下呀？对不起啊，齐一姐。别跟我说对不起。你怎么那么喜欢说对不起呢？我拜托你以后用点心行吗？不知道一天天脑子里在想什么。小韩总，要是你以后工作上有什么困难，你直接来找我就行，不用客气，知道吗？小韩总，怎么了？没事。不对，肯定有事儿。是不是齐又欺负你了？没有，真没有什么事。肯定有事儿，你快说。韩总宣布终止和新义科技的合作了。为什么？吴亚军抄袭了洛书的项目，生产出了一模一样的产品。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呢？你别担心，我去劝我爸啊。哎，韩总都决定了，你就别去了。没事儿，再改不就得了吗？我爸又不是不讲理的人。等着我好消息。你好，韩总在吗？对不起，我们董事长正在开会，不方便接您电话，请稍后再打。那投资部长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部长去休假了。不是，那您为什么不投资了呢？怎么样，联系上郝耀明了吗？那要不给初瑶打个电话，他不是在他那工作吗？这事他也做不了主。再说我不想给他添麻烦。爸，你怎么能给新义科技撤资呢？啊！敲门。你到底怎么想的啊？敲门。哎呀，敲！进来。
我说什么来着？新亿科技啊！哦，对，爸，有人给咱们抢生意，咱不能怂啊！啊，你这时候终止和新亿科技的合作，你这也太不仗义了！你这是落井下石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不仗义了？我落谁的井下谁的石了？我看现在倒是有人要落你爹的井下你爹的石啊！说吧，是不是你那个女朋友让你说的这些？你别管谁让我这么说的，反正这事儿我就是知道。是不是？哎，就当是，你说是就是。爸，你别管对方是飞翼科技还是什么的，您听儿子的，咱们就跟他干一仗。反正我是看好新亿科技的。你看好新亿科技有个屁用！新亿科技啊，已经是明日黄花，凉了。我不管凉了还是热的，热那边，你回家跟你妈腻去。干什么呢？这办公室里。爸，要不然您就卖儿子个面子，那个可是我未来的小舅子呢。啊，你们呢？再见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新亿科技的牛思义啊，我们公司喂，前几天还跟他屁股后边说要投资，现在出事儿了，一个比一个躲得快。未来小舅子啊，那你就不对了，儿子。你未来的小舅子都定了，你应该让我跟你妈去见见你的未来的丈母娘啊！爸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呢。胡闹！你当这是过家家呢啊？这几千万的投资你拿着玩呢？你能长点脑子吗你？我不是没脑子，但我不像你不仗义。仗义，水泊梁山。我哪天不行了，把龙翔交给你，你还不3天给我仗义完了啊，儿子？那你这话的意思就没得商量了呗？我说过要跟你商量了吗？嗯，行。韩梅，我告诉你啊，到时候别说我没劝过你，迟早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关门。关。干嘛呀？我在上班呢。还上什么班呢？子墨，从商业角度来说，你爸的决定没有任何问题。你不要替他辩解，他怎么这样啊？气死我了！走，我们找李哥出去。哎呦，上班的别这样。这，哎呀。你们怎么了？你说。还行还行，状态还行，没事儿。龙翔资本决定撤资了。我也想到了，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公司敢冒险给我们投资了。你别这么沮丧，我还是相信你们的。谢了，别客气，咱们都一家人嘛。再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吗？也在联系其他公司投资，但是希望不大。哎呀，我还是会继续劝我爸的，我发动我妈一起。不用了，你爸要是这么容易动摇，就坐不上现在这个位置。别费劲了啊！进去吧。哎，等会儿。那个，咱一起打个气吧。预祝我们今天马到成功。来啊！好。加油！我们率先在杭州科技展会发布了Go，现场反应特别好，而且我们的潜在客户群将达到1亿人左右，是同类产品无法比拟的。这也是贵公司之前提出的观点。我们的优势是潜在的客户量巨大，由一个个人用户可以辐射到整个家庭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啊，按你的意思啊，
这个项目投资应该不小。基于这个项目这么大的投资，我们需要和董事会商议后再给你答复。如果您有什么难处，不妨直接跟我说。你们的产品没问题，我只觉得这个项目这个资金投入量有点大，我们还要需要商议一下。这样，我们公司内部开个会讨论一下，我再回复你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个会。喂，张总，别推我，张总，别动手动脚了。你们2位以后啊就不要来了。不是，张总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不好意思，快走吧。张总，张总，谢谢。好了，走。怎么了，思怡？一会儿怎么跟洛叔说呀？该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不行就我说。不是，主要怎么他们这一夜之间态度就天翻地覆了呀？行了，今儿大家都尽力了，走吧。哎呀，走吧。哎，回来了，快吃饭吧啊！洛叔，我们……哎，我知道，别怪我了。下午就不应该让你们出去跑。不是你这怎么个意思啊？破罐破摔了？有什么可破罐破摔的？你想啊，连龙翔资本都不敢投资给我们，那别的公司更没戏了。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怪我了，让你们白跑一趟。吃饭吧，都凉了。可是现在哪儿还有心情吃饭呀？我点的可都是你们爱吃的，是不是？吃，子夜，来，吃吧吃吧吃吧。初瑶啊，初瑶，你弟弟不回来吃晚饭，怎么连个电话都不打呀？他去参加同学聚会了。参加同学聚会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，我又不是不让他去。妈，他平时学习那么忙，好不容易放松一下，你就别管他了。哎呦，哎，你告诉妈他在哪，我去找他去。哎，啊，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多危险啊！我在家里，我这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待着干什么呀？那这样吧，你洗吧，我出去找找他去。哎，也是奇了怪了，明明心情这么差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挺好吃。填饱肚子才能打起精神，没有什么可垂头丧气的啊！大家吃完饭呢，就早点回去休息，明天该上班。别呀，我们陪你吧。对呀，陪我干什么呀？咱们几个呢，也算是初入社会，这遇上点挫折呢，就当交学费，至少证明我们还是相当有实力的，是吧？啊，对。不吃是吧？喂一天了，怎么能不吃呢？来，胖子，骗人！我给你带上。熬夜加班免疫力会下降的。姐，给，喝点橙汁，补充维 C。谢谢了。是不是妈担心我了？知道了你还不回家，咱妈可生气了啊！
说你不回家，连电话也不给他打，是不是不想管他了？哎，都怪我，一忙就忘了，一会儿就回家。我吓唬你的，妈那边我已经给你打好掩护了，你认真工作吧。看到自己心爱的东西被抢走了，心里不好受吧？是啊，但至少我们的产品还在，就还有机会。这点挫折击不垮我的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谢谢你陪我。客气什么啊？我是你姐。哎，快看，飞翼科技啊，出了一新手环，都有什么功能啊？功能还都挺全的。都有啥呀？怎么了这是？罗叔，我昨天晚上回去想了一下，我的确对媒体说的太多了，是我的疏忽，我向你承认错误。你这就是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差点把我们团队给毁了。不要说这种话，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。对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这小蚂蚁抱团才能过河呢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还是想想怎么对付吴亚军吧。啊！昨天回去之后呢，我也看了一下你们的采访。说实话，你们说的内容根本不足以让他们攻克我们的技术难题。这其中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。你们也不用自责了啊。是啊，我们还有时间补救，大家别灰心。可是洛叔，我们现在没有钱，而吴亚军的公司恰恰是不缺钱。我们真的斗得过吴亚军吗？等我们的产品更新，他们的劣势自然就出来了，所以我们还有机会。我之前想过，如果这个真的搞不成的话，我们是有能力开发新的产品的。但如果是团队内部出现分歧的话，那可就真没戏了。罗叔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工作上不会再有这样的问题了。喂，你好，是常大乐先生吗？是，您哪位啊？我是龙天资本董事长的助理王大宇。那个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董事长对贵公司的健身 App 很感兴趣，想找你们谈一下投资意向，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找我们谈投资意向是吗？你等我2分钟好不好？那个我马上给你回复啊，就2分钟啊。好的，不过我们的董事长很忙，您需要尽快回复我们。罗叔，那个龙天集团找咱们谈投资意向。罗叔，公司我查过了，虽说是个初创公司，但实力还是比较雄厚的。走吧，走。你好，新一科技李罗叔。你好，我是之前和您通过电话的王大宇，请进吧。总经理，您请的人到了。李罗叔，有一次特别好玩，有一次我在草丛里玩的时候，发现一只猫，你知道吧？钻那洞里去了，然后我就跟着那个洞里。哇，这谁的摩托车啊？这么酷啊！真的，要不要去看看？哎，走！哎，你等会儿我。真酷啊！
这是什么啊？啊，那是加油的，钥匙插进去，然后呢，那个口就开了。哇！哎，小朋友，你们干嘛呢？这摩托重，小心倒了砸到你们俩。我们不动，我们就是看看。哎，哥哥，这车是进口的吧？对啊，你们也喜欢摩托车啊？我最喜欢摩托车了。我长大之后也要我爸给我买一辆漂亮的摩托车。哎，洛叔，到时候我载着你，咱们俩一起去兜风，怎么样？我想开汽车，到时候载着你们一家人一起去旅游。汽车那算什么呀？汽车钻在里面什么也看不到。可是汽车载的人多呀，你们总不能一个人一辆摩托车吧？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带你们兜一圈，然后你们再决定以后买什么车。真的？真的。走。好久不见了。你们认识？单一安，单大哥。单大哥，哎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都没听他说过。这个就说来话长了，不急，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儿啊。对，办正事。这是我们公司的融资计划书。其实啊，你们公司的情报我是了解的，但是现在不是产品的问题，现在在市场上已经有了飞翼科技。你们也知道，飞翼科技的背后就是互助社交。你们和这样规模的大公司竞争是没有任何优势的。可明明是他们抄袭的我们呢。谁抄袭谁，这在投资人和客户心里并不是最主要的。就别让我见着吴亚军，扒拉他的皮不可。飞翼科技虽然在资源上有一些优势，但是一旦我们的产品更新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和我们抗衡，所以中后期我们的优势会越来越大。很好，我就是看到这点才让大宇跟你们联系的。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之前大宇这小子还质疑我的判断，我跟他说，作为投资人，很多时候看重的并不是产品，而是产品背后的那个人，而这个人就是你，李洛书。你过奖。我会尽快让法务出份合同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正式签约了。好，那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其实啊，我还是要感谢飞翼科技抄袭了你们的产品。为什么呀？要不是他们，你们现在不就是龙翔资本的囊中之物了吗？你还真是什么都知道啊！其实我很早就关注你们了，只不过前阵子我被其他项目拖住，没来得及跟你联系。我还为失去跟你合作失落了好几天。不过这下好了，你们没有被其他公司抢走，皆大欢喜。皆大欢喜。哥，洛叔，丹丹，惊不惊喜呀？不是你，不会是那个拉小提琴的丹丹吧？你看过我视频？何止是看过呀！哎，洛叔，我跟你说，丹丹的演奏会那在国内是火得一塌糊涂。前2天我还想抢2张票带思义去看呢，都没抢着。我在国内有这么火吗？有。那行，我过2天正好要开演奏会，到时候把票送过来，你们可都得捧场啊。没问题。洛叔，我这2天彩排，你要不要过来看啊？哦，没事，我和他们一起去看现场就行。哥，是我记错了吗？是谁小时候就喜欢趴窗户上看我练琴呀？还能有谁啊？喏，真没看出来啊！你小时候比现在上道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一起去吃个午饭吧。我就不去了，那个我回公司找思义吃去。我收回刚才说你和小时候一样的话，感觉你变了好多。那是变好还是变坏了？谈不上好坏，变得更开朗了，更想出尘了。话多点好，以前一天都说不了10句话，表情还特别忧郁，就跟全世界都欠他似的。
对，就跟流川枫似的。流川枫。这么多年了，都有点认不出来他了。我倒是觉得他一点都没有变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好像我还从来没跟你说过我是怎么认识洛书跟初晨的吧？你们两个都叫什么呀？我叫黎书晨。那你呢？我叫李德书。哦，哎，你们俩可不能白坐我的摩托，我得麻烦你们俩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什么事儿？我要去河对岸买几本书，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，然后帮我看着车，好吗？好的。谢谢啊。啊，等我啊。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就是玩吧，不玩。哎，我发现了，快！哎，海峰，海峰，走啊！风机。哎，等会儿该我当车头啦。好的。车不错呀，坐上来拍个照呗，给哥拍帅点啊！必须的，来，来哥。呀，你们干嘛？你干嘛呀？不许坐，这不是你们的车！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！下来！放手！放手！干什么？哥，是你们的车吗？继续哥来。不是，我们是帮他看车的。看车的呀？那不是你们的，也不是我们的，我们就坐一下啊。哎，老实点，老实点。真快去桥那边找那个大哥哥，这边我来，明白了？快！搬救兵，是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儿这车啊，哥不但坐了，还把这车推走。上来。哎，把他给我拉走！小心点，好好的，起开！来，把他给我弄走！大哥，车弄不开呀，想办法！想办法！你们打小孩还要不要脸？你算老几？算你爹！打他！你还是我爹吗？我是你祖宗！这快走！别跑！好，前面闪开！快！你们给我站住！快！你们给我站住！停下！这么多车！哎，叔叔！停什么？停下！快！别跑！给我停下！
媳妇人！你这小黄肉！抓我干嘛？还疼吗？不疼了。怎么还不来啊？大哥把钥匙掉这儿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你认识那些警察叔叔吗？认识呀，都是我爸局里的。要不，我们把他的摩托车推到你爸局那儿，等他出来，我们再把摩托车还给他，也行吧。那快走吧。哎，来，来吧，啊！楚晨，加油，加油！楚晨，醒醒，醒醒！大哥出来了吗？没有。你说，他们不会也把大哥这帮坏人给抓起来？要不，你跟你爸爸说说去。哎，对了，你不说我还忘了，现在太晚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，要不然我又得挨我爸骂了。车怎么办呀？没事儿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会看好车的。快回去吧，不然待会儿初瑶姐出来找你怎么办？那好吧。你一定要看好车啊！大哥哥，你出来了！你的车钥匙，人在，车在。你自己把他推过来的？我跟初晨一起推过来的。哦，他人呢？他得回家，不然父母会着急的。你干嘛在这儿守一个晚上啊？我行了，谢谢你啊。你饿不饿？哥哥带你吃好吃的去。好啊。走。走。小时候洛叔不爱说话，更喜欢跟初晨玩。原来他是一个这么有担当的人。他不仅有担当，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，无论如何他都会争取到最好的结果。这投资有时候并不只是单纯的评估项目，更重要的是投资人才。所以啊，这笔买卖做的不亏。好啊，说来说去你还是算计这些。在商言商，这不正好说明我很看好他吗？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手，他感谢我还来不及吗？呸！真势利。越来越没点样子了啊！这恐怕以后是胳膊肘要往外拐喽。唉，你怎么走啊？打车呗，这个点儿也没地铁了，天天加班到半夜，公司连车费都不报销。没办法呀，谁让咱老板那么小气的？这些你能完成吗？要不我帮你吧。没事儿，大不了通宵嘛。你压力也别太大了，毕竟身体是最重要的。你确定不用我帮你？真没事儿，快回去吧啊。那我可真走了，快走吧，拜拜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
哟，媳妇儿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啊？啊？啊，我这不是在工作吗？工作？秦云，你天天玩这游戏，你还有理了是吧？你到底有没有责任心啊？你到底有没有想过我？你想过这个家呀？不是，你怎么一回来就跟吃了炸药似的？我吃炸药？你是不是觉得你可以不用努力工作，就可以跟韩子墨一样，可以照样过得很好，是吗？但是你别忘了，人家有个有钱的爹，你呢，整天吊儿郎当的。我们俩好不容易结婚了，眼看着每个月房贷各种开销，只要一发工资了，钱还没用呢，就没了一大半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这你都不急，以后万一我们有宝宝了，那怎么办呀？我们俩日子这要怎么过啊？媳妇儿，我以后啊，我不玩了，好吧？你呢也别生气了，好吗？媳妇儿啊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不玩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以后不玩了。你的专职司机小韩已把你送到目的地的，上楼别忘了哟，给我打个电话。知道啦，你路上小心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？每次都这样。我走啊。不行。流氓啊你！拜拜。好吧。路上小心啊。拜拜。哎，你怎么也这么晚回来呀？啊，吃饭来着。走吧，妈该担心了。啊。喂，丹丹。哎，陆叔，那个我一会儿排练，我想邀请你来看。今天不行啊，今天要上班啊。那我不管，我以前排练的时候出晨都没有缺席过。那好吧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有个事儿。什么事啊？我哥说你们研发了新的手环，能不能一会儿带给我看看呀？好啊，那一会儿见。好。
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哦，刚来。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，小时候什么样？就挺认真的。记得小时候一放学，同学们都成群结伴的出去玩了，只有我放了学就得回家练琴，所以学校里没有同学跟我玩。时间一长，我也不怎么爱说话了。后来你和初晨总往我哥打工的修车铺跑，幸亏有初晨在，不然我们两个闷葫芦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说上话呢。初晨小时候总缠着你，让你教他吹小号。他以为会拉小提琴的就一定会吹小号。对，我怎么跟他解释他都不听，当时我都快被他弄疯了。我出国前，他特别肯定地跟我说，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有名的小提琴演奏家。我们俩还约定，以后等我登上舞台，他一定会来给我捧场，给我献花。这么多年，我每次练到想放弃的时候，都会想起他这句话。只可惜，我快要实现我的梦想了，他却不能履行他的承诺了。他完成不了的，我替他完成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新产品，送你的。这个可打发不了我，你可得给我献花。放心吧，没问题。哎呀，这一大早就见不着人影了，去哪儿了？平时你可都是以身作则，从不迟到的。今儿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吧？你管的还真宽啊！丹丹叫我去看她排练，这就对了嘛！脑瓜子终于开窍。我俩就是同学，别多想啊。行行行，知道你是贞洁烈男，可我觉得丹丹对你还挺热情的。反正女追男隔层纱，你这早也得动摇。你能不能改改你这个八卦的毛病啊？过2天钱就到了，咱们可有的忙了。我可没时间想这种事儿。没情调。哎，这是丹丹送给大家的演奏会门票，分一下吧。哎，别抢，都有事。思怡，哎，思怡，你事你自己分吧。太棒了！我好久都没听过音乐会了。哟，你还经常听音乐会啊？听得懂吗你？哦，这个好像不太适合你吧？少来啊！我平时经常听贝多芬呀、巴赫、柴可夫斯基的。哟，没看出来啊？那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是第几交响曲？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这个让我先想想啊。那我再问你，《欢乐颂》又是第几交响曲的第几乐章？回答我。回答。哎，你让我想想。干嘛呢？哎，你好手机。干嘛呢？还要查是吧？你这拉的是什么呀？没什么，累了随便拉着玩的。累了就休息一会儿，别搞那些有的没的。老师说了，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专注，就是心无杂念。知道了。演奏会马上开始了，别紧张，哥相信你啊。放心吧，哥。
相遇就是一种运气，碰撞出双份勇气。我们都幸运的经历，成为彼此的亲密关系，一起追着梦想去努力，一起经过充满挑战最好的年纪，一起迎接突如其来的甜蜜。有时不用说出还会默契，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名，学着迈出成熟的脚印，未来人生未知的也许，那就是去完成现在我们的约定。现在我们并肩在一起，说好的事值得去追寻，后来人生学会的意义。来，老叔，哟，你这是开窍了是吧？你该不会对丹丹？那请咱们来，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？走，对，走。丹丹，还有10分钟就要上台了。媒体他们来了吗？都安排好了，放心吧。那新艺科技他们呢？他们都来了，已经在下面坐着了。丹丹，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？没事儿，你都上过那么多次台了，放松点。祝我们演出顺利，加油！接下来，我想给大家带来一首我自己创作的曲子，我想把它送给我的好朋友李国书先生跟他的团队，新艺科技的小伙伴们。哎，说我们呢？哎。
之所以创作这首曲子，是因为我从他们身上感觉到了不一样的朝气和活力。虽然创业很艰辛，但是他们也没有放弃对梦想的执着。我今天戴的这个智能手环就是他们研发的成果。具体的功能就不跟大家介绍了。但是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在我演出结束之后找我，我可以帮大家引荐。好了，现在让我把这首曲子带给大家吧。丹丹小姐，您在国外有非常多的合作对象，那请问在国内有什么要心仪的合作我说对象吗？丹丹今天可是帮了咱大，哎，可不是嘛，这丹丹的女神形象可算是立住了啊！哎，思义，你要不算一下这一晚上丹丹给我们省了多少宣传费？你这么说，丹丹真是个好姑娘。哎，这真的多亏了丹丹。你看，这丹丹的演奏会采访，像不像咱们的产品发布会似的啊？那咱们今天晚上要不要去庆祝一下？走啊，我请客。哎呀，可以啊，胖子，走，走。哦，丹丹小姐，你的手链很漂亮，能告诉我们在哪里购买的吗？啊，我这个，是我的好朋友跟他的团队研发的，是一个智能手环，然后挺好的，我今天就戴上了。你呀，还真是像我，这样不放过一切机会，倒是很有经商的头脑啊。怎么样，我还不错吧？不错是不错，不过你怎么想起推广手环来了？因为你是我哥啊，我知道你很重视这项投资。再说你这些年让我出国留学、开工作室、办演奏会，我总得报答你一下吧。这小丫头可以呀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帮到洛叔他们。肯定行。这个是龙天的融资使用计划书，还有这个是上次按照你的意思修改过的工作安排。我可以进来了吗？哟，小提琴家来了！快！哎，我看大家那么辛苦，就给大家买了点吃的喝的。哎，丹丹，你上次演奏会我们可都去了啊，可就是临走的时候忘了要签名，什么时候能补上呀？那还不简单，随时。好嘞，丹丹，我们还在开会呢。哦，我知道啊，这不是来贿赂大家了吗？洛叔，要不然你给大家放个假，休息休息，咱俩说几句话呗。对呀，洛叔，咱们都开了一上午的会了。就是对呀，休息一下。行吧，休息一下。哎，你觉不觉得他俩挺合适的？你闲啊？前段时间洛叔刚刚情场失意，这个时候丹丹如果能及时补上的话，那不就挺好的吗？你是李洛叔的蛔虫啊？你怎么知道他失忆不失忆啊？再说了，上次洛叔不是说了吗？丹丹小时候喜欢的是初晨，不是他。哎，我说你怎么那么没眼界啊？喜欢初晨就不能喜欢洛叔了？再说那是小时候，你以前不是也挺瞧不上我的吗？现在好像也瞧不上。我可是真心实意的。你的真心实意还是用在工作上。那我这么问你啊，你还想不想让咱们公司蒸蒸日上啊？让新艺科技名垂青史？我当然想了，可是这跟他们俩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呦，
关系可大了去了。我告诉你，俗话说，男女搭配干活的。哎，像我们俩这样，一旦洛书坠入情网，那还不跟打了激素似的啊？提高他的精气神，他还能没有更好的工作状态吗？这跟心意怎么没关系啊？你怎么那么多歪理邪说啊？那你是觉得丹丹配不上洛书呢，还是洛书配不上丹丹呀？哎不，配倒是挺配的，可是李洛书这个人在想什么，你知道啊？配那就结了，你听我的，我就喜欢干这种成人之美的事儿。常大乐，来新艺科技真是屈才了。你就应该去婚恋网站或者电视台那种相亲节目。哎不，你最应该去哪儿？妇联。哎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我想让你听一首我专门给你写的曲子。给我？跟我来。自从我哥给我讲了你和初晨的事儿之后啊，我就想给你和初晨写一首曲子，希望能表达你们之间的情感。你还会作曲啊？其实上次演奏会我就想拉这首曲子了，一是怕不够成熟，二是怕我哥骂我，所以今天特地让你过来听一听这首曲子。可我对音乐一窍不通啊。音乐是写给心里的，用心去感受就好了。对了，还要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就因为你带了我们的产品，有很多客户现在都抢着和我们合作。看来还是有效果的。哎，既然你会作曲的话，要不要帮我们做一款声音设计啊？好啊，但是你先听听这首曲子吧。七姐，我们去吃饭去了啊。去吧，下午开会别迟到啊。好。初阳，我去吃饭，要不要给你带点什么？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是啊。饿了吧？走，咱俩吃饭去。不是，哪吃？这哪有什么的？你是我女朋友，我不拉你拉谁呀？那我先走了。去吧去吧。小赵啊，跟我一块吃饭。姐，我减肥，先不吃。姐，那我跟你一块去吧。我突然不饿了，不想吃了。你减吧，你自己吃。今天的曲子你喜欢吗？挺喜欢的。其实我好久都找不到拉小提琴的感觉了，好怀念小时候的那种快乐，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得回来。要不然我给小朋友教课。其实我觉得也可以，教小朋友也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嘛。可是我上哪儿教小朋友上课呀？你要说找工作的话，我倒是知道一个软件。你看，
我觉得还挺正规靠谱的，你也可以试试。那要不然我也在5·8同城上投份简历，找找灵感。谢谢你啊，罗叔。咱还是换个地方吃吧，这办公室楼下的遇见同事多不好啊。没事儿，就吃个饭嘛。我是董事长助理，你是董事长儿子，咱俩也太明目张胆了吧？我们俩是自由恋爱，两情相悦，又不是强买强卖，有什么不好意思？两情相悦是不假，但是你知道职场最忌讳什么吗？就是办公室恋情。咱们两个这也算是半个办公室恋情吧？怎么就成办公室恋情了？咱们俩明明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谁跟你聊？别转过去，别过去！怎么了？这是？同事过来。哦，没事没事。他们走了吗？坐下吧。坐下了。啊？咱们走吧。怎么走啊？右脚，左脚，右脚，小心点。哎，丹丹让你干嘛去了？他说可以帮我们做声音设计。没了？你还想有什么呀？他就是闲的。洛叔，你别理他。我吃饭去了。闲的。你就是这么配合我的？配合什么呀？知道我刚才干嘛了？你干嘛了？我呀，拉着思义在撮合你和丹丹，这样呢，我和他就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聊了。你有毛病吧？啊？把我当什么了？不是，主要我现在和思义吧，他聊不了2句就聊不下去了，而且一直是我在说。老师，你就不能老老实实的给我站那当个道具吗？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思义感兴趣的话题，这表面上是说你和丹丹的情感问题，实际上呢，是我和思义在培养感情，懂不懂啊？不懂。哎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拉着丹丹，我拉着思义，咱今晚一起吃个饭，我请客，怎么样？不行，人家丹丹每天还要练琴呢，哪有时间啊？什么丹丹？丹丹是谁啊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啊！你找我干什么？我想你了。哎，对了，刚才谁说要请客来着？送我一个，还有把你姐也叫上。你怎么也……你看看啊，你姐的公司不让我去，家里也不让我去，而且她每天又日理万机的。哟，还想约见总统？去，罗叔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别，你先帮帮我。约着他一起吃个饭，我请客。啊，约他一起吃个饭，他请客。你要不答应的话，我就不走了。你也别走了。哎呀，烦死了！行了，答应。答应可不能反悔哦，反悔了可不厚道。赶紧消失，你们2个！消失。
谢谢啊，谢谢啊。观众消失喽！有毛病啊！哎，楚瑶，我想组织一个多人约会。多人约会？你在哪儿想出这么个鬼点子啊？哎呀，我想着大家不是好久没见了吗？正好凑这个机会，大家一起聚一聚。还有把你弟也叫上。带洛叔去干嘛呀？咱们都成双成对的，他自己去多尴尬呀！谁说让他一个人去了？看你还没我了解他呢。有一个女孩。女孩？对，叫丹丹，你不知道吗？丹丹，是不是他跟楚晨的同学呀？对。我听大乐说啊，最近这个女孩跟你弟走得特别近，但是你弟啊有点不积极的样子。我和大乐劝了他半天，他都没有想把这个女孩给带上。要不你劝劝你弟，如果他俩要成的话，一半的功劳归功于我呢。行吧，那我帮你去问问。哎，来，李书晨，过来。怎么了？我问你个事儿。你是不是以前有个同学叫丹丹，最近回来了，你们两个联系上了？是啊。哎，我们周末有个聚会，常大乐带着牛思义也去，你带着丹丹也去呗？不去。去呀！你都这么大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别老在家待着，你应该经常跟着你姐参加一些什么聚会啊什么的。你别老在家待着啊！